聖經詩篇嘅17篇嘅14節，耶和華求你用手救我脫離世人，脫離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。你把你的財寶充滿他們的肚腹，他們因有兒女就心滿意足，將其餘的財物留給他們的嬰孩。詩人曉得向神嚟到去求乜嘢呢？求神救佢脫離世人。咁呢度呢，有呢啲嘅描寫關於世人。原來世人呢係只有今生有福嘅世人。原來世人未曾認識耶穌，佢哋淨係曉得今生嘅福樂，佢哋冇永生嘅盼望，冇永生嘅福樂。信耶穌得永生。唔單止咁樣，世人好有錢。原來呢啲嘅錢係神俾過佢哋嘅，佢哋可能未必體會，佢哋以為係靠自己嘅聰明智慧賺錢。當然，佢哋有佢哋嘅能力，但係記得呢啲嘅能力都係神俾過佢哋，神將財富俾過佢哋。求主幫助信耶穌得永生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